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胜利旺投资工作室。今天11月12号，那么我们先来看看黄金的这个账户。那么上一期节目给大家说了，黄金现在就是以一个低多为主，因为它从4小时级别和日线级别都出现了一个多头信号，所以我们跟小伙伴们都抄到底了。那么如果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的小伙伴，可以加微信，首先加入交易平台，在屏幕的下方会有一个链接TMGM 的平台，这个平台是一个非常正规的一个大平台，澳洲的一个平台。那么它里面就有这个现货黄金这个产品做的。那么现在年底呢，就是一个黄金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要结合这个季度还有这个技术面，我们可以在这一年尾的时候可以收获一大波的一个利润回来。那么也可以加入群组进行讨论的。然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黄金。黄金上次说了，这个一个从一个大的一个级别，它是走了一个三角形的突破，一路上涨，然后跌破了上涨通道，然后现在又上涨破了上涨通道。那么它现在的一个走势从一个大级别来说，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N 字形的一个上去的一个级别。N 字形的我们先回顾一下这样子的 N 字形的一个级别。所以我们现在从一个宏观面的一个大级别分析，它是逢低做多的。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它小的一个级别里面是怎么看的。我们从一个1小时的一个级别看一看黄金。黄金我们看到 MACD 这里呢，它这里的一个下降通道的一个破位，那么这个破位伴随着 MACD 的量能冲过了零轴的一个上方，那么现在回调下来，准备在零轴这里准备金叉了。那么这个是一个量价齐涨的一个信号，所以后市我们继续的看涨的。那么我们单子是在下方这里叫小伙伴在这个位置已经进入了，在4000附近已经进入了。那么现在没有做的应该怎么看呢？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它的目标。目标现在我们看一看它的一个图形就是这样的一个双底的一个形态。我们看这里就是一个双底并且突破的一个形态，看到这里是一个双底，并且突破了这个颈线位一直上去。那我们就要来量度一下它的一个目标是怎样去量度的。首先我们来看它的一个 0.618， 我们从这里拉一个扩展的斐波那契量度，我们看到 0.618 4145，这里是不是刚刚好？这里我们从这一个箱体这一个双底的突破去到 0.618， 那在这里呢是有很多散户会在这里选择平仓，所以它这里回调了，也跟我们的一个预测差不多。我们在这里4145已经是获利一半然后下来到4100这里附近呢，我们选择再做回去这样子。那么它的 0.118 的一个距离4145附近，这里已经到了，然后下一个它就会到了以后，它就会回踩一下，在这里